新年广场，新年广场。你看中山堂啊，做婚礼宴会，婚礼宴会，在那个场所。新年广场，前方的南光高中啊，南光高中。那在这之后呢，我们来好好拷问一首由国乐团所演奏的主题曲《不授权》。我们有兴趣这首音乐来评价一下，究竟是国乐团准确的音准，